啊，你在我这儿表演也有段时间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发现啊，钱真是个好东西啊，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小月，要不这样，你最近表现不错，明天哥给你放个假，可以出去转转，怎么样？谢谢老板。陈教练，来我们跳水队任教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？怎么？我就是你泡妞的秘诀吗？我确实有点私心想追智雅，但我更看重你的名气和资历，所以我相信，只要有您的加入，一定能帮到智雅。啊不，一定能帮我们整个英兰跳水队入围腾空之约。腾空之约？没错，腾空之约是3年一次的全国性跳水大赛，汇聚了全国的跳水高手，这是智雅一直的梦想。我看重的是队员的综合素质，还有名声。就我今天看到的这些队员，我没有信心带他们入围腾空之约，所以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相信只要钱到位，陈天不是问题。张口闭口钱钱钱，我真好奇你凌空大少爷除了有钱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对你的一片真心啊！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件人鱼泳衣，一会儿表演的时候记得穿上，就好像我陪你一起跳水一样。不稀罕。果然有个性 ，I like。对不起。哦，没事吧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穿我的衣服？我走错了。哎你。这个可以喝吗？这儿的酒随便喝。您慢点。
的，你开心吗？不好了，智雅晕倒了！智雅她晕倒了！谁啊？就在这儿。智雅，智雅，智雅，你没事吧？你醒醒，智雅！我这是在哪里呀？糟了，龙珠丢了。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来，干杯！你的酒该用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小点事儿，跟我出去。你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自己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啊？给我走！哎，我还没穿鞋呢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过我的泳池派对？说，你为什么要穿别人的泳衣？是你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龙珠啊？本少爷怎么会拿你的东西啊？喂，不是你要听提前打声招呼好吗？本少爷帅气又多金，那么多迷妹排着队呢。这是强行插队，干嘛？有完没完？你就让我亲一次就一次，我就是想拿回龙珠。停！我问你个事情，你是不是因为本少爷所以袭击了智雅？怎么还是没反应？难道因为是白天？怎么这么快就想到晚上的事情了？这样吧，如果你要是如实的告诉我昨晚发生的事情，我呢就勉为其难的跟你约个会。我不要约会，我只要龙珠。哎，行，买龙珠好吗？买100个。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再给你买几套。他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是不是我这样特别美？是因为你品味太独特。喂，
不是，这水好脏的你。林少，您的菜已经安排好了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好好吃啊！为什么你要偷智雅的永夜？昨天晚上丢东西的人是我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再给我胡闹！我都伺候你一天了，还给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你总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喂，好美啊！不是，你这个把戏要玩几次啊？别闹！你们住这舒不舒服啊？凌晨，什么事儿？好的，马上回来。哎，这位小姐，这位小姐，请您注意安全。您快下来，下来！啊，小姐，不能上去啊，这位小姐。我把跳水队交给你，你就是这么管理的吗？你看看你，成天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。你看看你全身上下，哪里像我林志轩的儿子？我也没觉得你像我爸呀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爸，你别生气啊。凌晨，明天你们医学系还要集训，早点休息吧。幸好你从小就懂事，不像凌空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去吧。凌晨，刘叔，老板，这就是警方要找的人。我在咱们别墅里看到他出现。不过有件事，这个女孩非常奇怪，她跳水腾空的高度非常高，这样的高度太难以置信了，普通人是做不到的。而且她好像丢了什么东西。老爷爷，你看到我丢的东西了吗？这么大，圆圆的，还会发光。你说什么呀？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。20年前，一个从大海里来的美丽姑娘，也在寻找一颗会发光的珠子。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？对不起，我在找我丢的东西，可能我找错人了。哎，我叫林志轩，我可以知道你叫什么吗？我是人鱼国的女王，我叫于露。先把这事儿给压下来，一定要在警方之前先找到他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。你们都不训练，在这干嘛呢？凌空，我们连教练都没有，怎么训练啊？再说了，现在学习这么紧张，我妈死活都不让我参加训练了。你们一个一个，能不能别这样懒懒散散的？不是挺符合你的气质的吗？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干嘛？哎，啊，你想干嘛？你就是凌空吧？你就是枫林跳水队的队长萧天琪吧？不过你要搞清楚，我们英兰跳水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。就你们队这个垃圾水平，有哪个教练愿意过来带你们？我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英兰跳水队的教练。哼，就算你们有这么好的教练，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，我很期待。我们走。谢谢你，陈教练。你放心，你要多少钱，我凌空绝对不会亏待你。那个女孩呢？
就是在你酒会上跳水的女孩。她不是我们跳水队的。她才是我留下来执教的条件。你知道那天跟我一起来的女孩后来去哪儿了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她那天一头扎进鱼缸，鱼缸碎了一地，我们就报警了。警察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了。送到精神病院？你是人鱼？你干嘛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啊？看样子，我得给你换个治疗方式了。你是人鱼，你是怎么生活在这里的？我本来在鱼缸里表演，跟在海洋里也没什么区别。本来是想等到月圆的时候就回家的。龙珠只有在月圆的时候，才能打开连接人类世界跟人鱼世界的龙门。可是我把龙珠弄丢了。族里的老人说，如果在人类世界待的时间太长，就会慢慢失忆，到时候要是找不到龙珠就麻烦了。你看这个病历上写的，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，多观察一下。好。别叫！是我。是你？要不是你把我丢下，我也不会被关在这里的。这不是来救你了吗？想不想出去啊？回去。哎，站住！你是哪个科室的？哎，站住！哎呀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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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一定是凌家的管家吧？我来接我们家凌空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凌空想擅自带走我们医院的一个病人，我们也只是想把他留在医院补办一下手续而已。规矩我懂，要多少手续费？院长，您过目。没问题。不过，我要把我们家凌空和那个小女孩一起带走。哎呀，这恐怕不行。我们医院有规定，直系亲属才能把病人带走。其实，小鱼就是凌先生的夫人。清茶，好好好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你回来了。我来给你重新介绍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小鱼就是你的小后妈。什么？凌空在医院里那么紧张抢救凌夫人，我以为他早就知道这个喜讯了呢。谁准你叫她凌夫人了？嗯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凌夫人，那就是我妈。闭嘴！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语气吗？他们说你以后都要尊重我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，走！你干嘛？他们说了，我可以住在这儿的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走！放手！是不是反了？这个家谁说了算？我以为你这么多年不沾桃色新闻，是因为心里想着我妈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还是那个看到年轻姑娘就走不动路的老不休。不准提你母亲！怎么这么苦啊？咖啡当然是苦的啊，可能是因为没有放糖。
来，我给你加点糖，加糖，尝一下。怎么样，味道？这个味道好特别，对吧？有种家的味道。我生活在海里，所以喜欢咸咸的味道。你也喜欢这种味道？哎，别！哎，不会事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不是说我拿了你的龙珠吗？可能我也变成了一条人鱼。真的？龙珠果然在他那儿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回来。这样，行了，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？我心里还想着训练呢。再说了，医生也检查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所以我去办了出院手续。哦，对了，凌空，谢谢你啊。客气什么？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那个，这样，你记不记得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？是个男的，比你高，比你壮。袭击智雅的是个男人，那这件事情就和小鱼无关了。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呢？大半夜你跑我房间干嘛？对不起了，情况紧急。嘿，干嘛呀你？我想找龙珠，白天他没反应，我就只能晚上。我看你就是大半夜的，趁本少爷睡着了对本少爷图谋不轨啊你！我真的想拿回龙珠，离开了海水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忆。要是到时候忘记找龙珠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不管。来人！哎，你别喊，就让我再试几下，就试几下。不行，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怎么回事？哎，看好这个女人，半夜跑到我房间强吻我，胡说些什么？我对你才不感兴趣呢，我只是……咦，我对你也不感兴趣，又要说自己是人鱼是吧？别瞎编了。好了，别吵了。你要是不想再回医院，人鱼这件事永远不要再提，听见没？小夫人，你真没事吗？我有事儿啊。什么？我的房间？哎，出去！哎，让你出去！出去！哎，凌晨，还没睡，不是又熬夜看书吧？我不在家这几天，你怎么样？我还好，但是咱爸最近找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还说是咱们的小后妈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多年，爸可
从来没。哎，你知道那女的长得有多雷人吗？哎，长得又丑，穿的又破，品味又差，还总说自己是人鱼，还动不动的就想占我便宜，到处闯祸，爸还护着他。他现在刚进门，又在咱们家住着，爸爸一定会对他保护有加的。你说的也对啊。哎，要是不在家的话，我在外面，可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吧？你躲着我干嘛？谁说我躲着你啊？哎，就你这脸还敷面膜，浪费。这可是我找的补水新方法。志轩给我买了2大箱。志轩？他说只有叫得这么亲密，别人才不会怀疑。他还说什么，反正我也听不懂。不要脸！哎，你等一下。你又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在这个家里待着的话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那离开你们家呢？你现在连门都出不去，难道你跟我一起上学啊？上学是什么？志轩，我想跟凌空一起去上学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可以，我就不可以啊？要是让人家知道你跟我是假结婚的话，我就没办法帮得了你了。可是你把我关在这里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那要是不让我去上学，我就要回酒吧。以他的性格，一直把他关在家里的确不是办法。学校里有凌空、凌晨2人照应，倒是相对安全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让你去上学。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人鱼1个字都不能提哦。我保证。太好了，我可以上学去了。学校什么样子的？我们都在里面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告诉我嘛。烦不烦啊？刘叔，好没好？车突然打不着火了，我再检查检查。别查了，马上就迟到了，骑车走。啊！走不走啊？再见。你松开！你这让我怎么骑车啊？手别碰着我啊！手松开！你下去，给我买瓶饮料。给你钱，快去吧。快去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英兰学院怎么走？你的书。
你能不能别丢人现眼？凌空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学校的。哦，我刚才肚子疼，上厕所去了，不得不骑车先走了。喂！哎呀你！哎，你怎么？你干嘛你？让我进去！不行，让我进去！不行！能不能别闹了你？不跟你玩了，你玩吧。今天我给大家上的这一课，就是要教大家学习怎么样化验深海鱼类的血液。大家都知道，深海鱼类呢有某些品种，它的血液是蓝色的。放到试管里面1.5毫克，将会产生变化。同学们试一试。总算找到你。谁啊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就是他们。女神，这样，你来找我的？对啊，想跟你聊聊训练的事，但是看你不方便。方便啊。训练什么？闭嘴！我不要因为我住在你家，你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。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住在一起了？你们两个都住在一起了？不是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这样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还没说。你能不能别瞎说？我没瞎说。闭嘴！我没瞎说，我们本来就住在一起嘛。别跟着我！凌空不是说要把智雅追到手吗？怎么冒出来这么一个女的？你看今天智雅的脸都绿了。不过那个女的打扮也真是品味独特，还一副没脑子的样子，说不定凌空就喜欢这样的呢。对。小鱼，你叫我啊？这里是男厕，你进来干什么？神经病！我说神经病，我求求你，别再缠着我了，谢谢你。可是我在这谁都不认识，我是人鱼，我只想找到龙珠，赶快回家。第二天，不要再说自己是人鱼。为什么？我本来就是人鱼。哎呀！你知道你这样说给我们林家带来多大的困扰吗？给我爸带来多大的烦恼？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会死人的。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。我以后，我一定保守这个秘密，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别动！站好了。陈教练。站好了。陈教练，我们的队员呢已经开始恢复训练了，要不您看他们？那个女孩呢？她可能迟到了，要不咱先开始？这么多队员等着呢。吓我一跳！你是凌晨？你不会就是我哥说的小后妈吧？你跟你哥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？我们两个不是亲兄弟，我是爸爸收养的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人鱼吗？怎么没有尾巴？明明不让我说人鱼的事，自己倒去说。我们的祖先呢，原本是有尾巴的，可是经过了几万年的进化，为了自由方便地出入人类世界，
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和人类没有区别了。你能再说详细一点吗？你不觉得我是在说胡话吗？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，人类的认知相比整个世界来说太渺小了，所以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。可是我每次一要说人鱼的事情，凌空就捂住我的嘴，都不让我说。他可能是想保护你，怕你被人类捉去做研究。不过现在，只有你相信我说的话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糟了，我今天要去跳水馆了。啊，跳水馆，我也要去。他怎么还没来？我之前明确表示过，如果他不来的话，我是不会加入的。糟了，这事儿还没跟智雅解释呢。陈教练，就算没有那个叫小鱼的女生，我们队里还有其他的专业队员，绝对不会比她差。我知道，你曾经是高中跳水比赛女子组冠军，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上过于自负，跳得没有灵魂。灵魂？您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？陈教练，小鱼呢？今天可能有什么突发状况，说不定一会儿就……怎么了？谁在找我啊？你看我说了吧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哎，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我们的跳水队员特别的刻苦，怎么可能不来呢？你不说我没资格来。小鱼，于小鱼啊！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我记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跳水教练，陈天。好了，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的话，我们从现在开始正式训练。好。英兰跳水队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入的。陈教练，您加入英兰跳水队，绝对不能因为某一个队员，而是要看整体水平。所以我建议，我们举行一次内部摸排测试，达到跳水所需要的基本水平才能留下。陈教练，您觉得呢？好啊，正好我也看看队员们的水平。我有点紧张。没事儿，这只是内部测试。小鱼，你不用害怕，放轻松就行。谢谢陈教练，那我去准备了。跳得非常好，就是啊，他跳这么高呢。今天是我对你们英兰跳水队的实力摸排。我希望你们记住，从你们选择加入跳水队的这一刻开始，你们的厄运就开始了。因为跳水是一项极限挑战运动，它不仅挑战你们的身体，还挑战你们的心智、意志，所以你们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。是。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你们的队长和副队长。队长林志雅，副队长小鱼。我？没错，
就是你。虽然你还没有掌握跳水的综合技术，但是你的腾空能力比在座任何一位都要强。我知道，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，参加腾空之约是你们的终极目标。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清楚，你们面对的对手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可怕1000倍，甚至10000倍。所以你们要打起精神，付出10万倍，甚至100万倍的努力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哎，小鱼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慢点。来，坐下。还能动吗？我去拿护具吧。你的跳水天赋非常的好，但是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，所以格外容易受伤。以后训练的时候，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安全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谢谢教练。来找我的吗？不是，是找陈教练。陈教练，这是我腾空之约挑战赛的报名表，请您签字。腾空之约？腾空之约是全国最严厉的比赛，不过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不过是个走后门的旁听生，根本没有参赛资格。陈教练，来这边。你也想参加腾空之约啊？说不定你还没比赛呢，就不在这儿。你又想什么主意对付我呢？我才没有时间对付你好吗？想进入英兰学院，首先得通过文化考试才能加入学院。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文盲学校吗？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就你，没戏。文化考试是什么？首先，你要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小鱼。你试试。你能现在自己写一遍吗？写不会，我教你画。画。这个我会。这就是我的名字。写也不会，画也不会，换一个方法吧。时间不够啊，还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我怎么这么笨，写也不会，画也不会，怎么考试啊？哎呀，你就是那个人鱼吧？在酒吧看你表演的时候，就觉得你身材不错。你不动，不识好歹是吧？啊！滚！你等着，给我等着！小鱼，你没什么事吧？这个世界就像大海一样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海平面之下，可能藏着不可预料的波涛汹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不动声色，必须要学会坚强勇敢。知道海底下有什么吗？你去过海底？总有人问我跳水的秘诀，我只是把泳池当成大海，每一次跳跃，我都当成是我在陆地上的最后一跃。只要入水，我就会潜入幽深的海底，所以每一次我都会竭尽全力。
为了让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刻不留遗憾。这样，当你用全部精力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能成功。我相信你，因为我能感觉得到，你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我能在这里坚持多久，这里对我来说太复杂了。是啊，陆地上的生活比海底世界复杂多了。我们要想在这里生活，就必须变得越来越复杂。所以你很幸运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陈教练，私底下的时候叫我陈天就好。谢谢你。坐吧。加油！加油！准备好。生物系是我们英兰学院最优秀的专业。普通的考试分数不是我们选拔学生的标准。今天我们换一种形式。这么难呢？由生物系的王教授给你做考试，不光考察你的知识储备，还要考察你的表达和应变能力。第一题，描述球质水母的基本特点。我提示他，快！这里，水母。我知道。好。它就像玻璃球一样大小。公的母的生活在同一个身体里，有2条触角，全部伸展开来的时候呢，可以达到20倍的大小，生活在暖水晶暗的海洋里。回答得不错。那你知道它有什么药用的价值吗？这种照片怎么提示啊？药用价值怎么提示啊？增强在海底的运动性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小鱼肯定没办法通过考试。如果现在去求王教授网开一面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嘿嘿嘿，别忘了，你是要把他赶出林家的，干嘛要同情他？不过这件事，他的确是无辜的。哎，行，我再帮他一次，啊，就一次，嘿，考得怎么样？王教授说，我考试通过啦！真的？你怎么可能通过考试呢？不行啊，你别瞧不起人。王教授说了，我提出的球质水母对研究蓝血活性非常有作用，所以呢，让我跟他一起参加实验。What？ 王教授怎么会让你这个连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新生进实验室呢？可能是因为我有保护神。哦，我呀，其实没有那么好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挺厉害的，但是也不至于达到神的地步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平时比较爱帮助人，霸气是霸气那么一丢丢了，但是，哎。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？
谢谢你那天在海边跟我说过的话。我发现，只要努力，真的可以完成很多事情。慢慢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更多的优点，你还可以做得更棒。难道这就是他说的保护神？跟我林大少爷比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鱼这次能顺利入学，还得要感谢你啊！您太客气了。其实啊，并不单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哦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记得我们有个学生，在实验室里呢，留下了他的血液样板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发现了寻找已久的那个蓝色物质。对。这什么啊？细菌呐，这个细菌啊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平时呢肉眼看不见的，但是它集中起来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有它的作用，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发现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还总是给别人添麻烦。哎，问题不能这么看。哎，你呀，要换个角度看，比如说肿瘤吧，我们可以用化疗让它缩小，让它死掉，还可以用手术刀。小鱼，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会是梦游了吧？啊，梦游！哎呀，我好困啊！梦游？对，之前倒是没发现他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最近1-2天，晚上总是走来走去的。也许是他最近参加跳水队有些累。我知道你跟小鱼关系不错，在学校替我照顾照顾他。既然你这么在乎他，自己搂着睡就好了。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在这个家还有没有个样子？我没样子，你有样子。哎，你越来越过分了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早晚把你赶出去。不用赶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嘿，哥。哎，找了半天，原来你躲这儿了。这清静，不然去哪儿？回家？一言不合就赶我走。你还跟爸生气呢？其实他也是关心你，让我到处找你。哎，行，你可别来给他当说客了。我呀，最好还是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好一点。可能他对你要求是严格了点儿，不过这说明他关心你啊。哎，去，走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会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的。你干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不是，什么准备好了？解剖啊！你是喜欢竖着切呢，还是横着切呢？神经病吧你！你一刀下去，我就一命呜呼了。才不会呢！
我胳膊破的时候第2天就好了。你这个肚皮划开，估计也就3天吧。3天？你是人吗？不是啊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是人是人鱼。因为我在这里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才会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找回龙珠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，你忍着点儿，不会很痛的。1、2、3。我知道龙珠在哪儿了。你知道？你上次亲我是为了拿龙珠吗？没有反应？那就证明龙珠不在我这儿啊。对啊，按道理来说，龙珠应该有反应才对。上次舞会的时候，跳水队有10个队员，你要不要一一查一查？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接近他们呢？除非你帮我接近他们。不，不许骗我！不骗。你要是敢骗我的话，我就，把你的肚皮划开。不，松绑吧。这里谁啊？富二代没定性，说不定人家呀换了追求对象了呢。小鱼姐姐。哎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队里刚到一批训练器材，我们要搬回去。听见没？不是你不会是让北少爷搬这个吧？搬不搬？行，搬。凌空，你不是说要过来看我训练吗？我今天助人为乐，拿来。什么情况啊，小鱼？老师交代要上课了。跟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我。都走了，谁搬？别废话，快过来。哎，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啊？老师交代，你跟凌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肯定不是一般的关系。哎呦，我以为你们要说什么呢？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不可能，这又没别人，你就和我们说吧。我跟他真的没什么。这样，其实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他其实就是一神经病。老师交代，我是凌空的小后妈。啊？什么小后妈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做我什么小后妈呀？怎么有点乱了呀？你们有钱人可真复杂。什么意思啊？是啊。这样，你说你跟你神经病这么计较干嘛？小月，你瞎广播什么呢？你干嘛老对我大喊大叫的？你说话不能客气点。我对你已经够客气了，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你是我小后妈，你让我以后怎么混？我本来就是你小后妈。你起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受够你了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莫名其妙来到我们家，把我们家搅得一团糟。你放开我！不放！你放开！不放！放开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
害怕，难怪你爸觉得你什么都做不好呢。哥。哥，他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？出去。你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想办法。你不就想拿龙珠吗？来，划破肚子拿龙珠，拿呀！你干嘛？我们人鱼就是这样取暖的。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只要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温度，心情自然就好起来。凌晨都告诉我了，其实家人之间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，只要他能看到你的优点，就会喜欢你的。要不你先从游泳学起，我们在一起跳水，只要你爸爸看到你表现越来越好，他自然就会喜欢你了。小鱼，这真的是训练吗？你行你来啊，笑什么呀？这是训练你的换气频率和跳跃能力。你想想，你学会游泳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在水里玩了。等你会跳水了，你爸爸肯定会大吃一惊的。小鱼，你不是会游泳吗？我腿抽筋。李晨，小鱼，小鱼，你醒醒，小鱼，小鱼，凌空，你会游泳啦？小鱼，你这招真是绝了，他真的学会游泳了。你能不能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？他又生气了。你看你这个点，动作幅度太大，导致你身体弯曲，所以说跳水的时候一定不能用蛮劲。还有，马上就要季考了，一定要反复练习技术要领，争取考出好成绩。好的。真羡慕小鱼啊！陈教练每天都给他单独训练。有什么可羡慕的？只有能力弱的人才需要单独辅导。过两天队里季考了，依我看，就他的能力而言，练了也白费。那你呢？说好了学会游泳就练跳水的，结果你练都不练。我为什么要练啊？整个跳水队都是我开的，我跳不跳无所谓啊，用你管。
你做事情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你管我？你今天去看季考吗？怎么？你想要我去啊？哎，我们说好以后一起游泳，一起跳水的。于小鱼，你别紧张，陈教练说了，你没问题的。训练了这么久，这次季考一定会有好成绩的。小鱼，帮我拿下毛巾。啊，好。小鱼，好好跳。我还是有些紧张，要是能跳得像你一样好就好了。你今天跳下去之后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记住你的。下一个，于小鱼。那我先去了。去吧。